大家好，我叫楊志雄，咁我係第13屆原來我得㗎 CLC 我得你都得獎學金得獎者，咁呢一個就係我3月同4月嘅生活報告。3月頭呢，我嘅寄宿家庭呢就帶咗我去德州好出名嘅 Rodeo。Rodeo 係德州獨有嘅一個類似嘉年華同埋一個展覽。喺 Rodeo 入邊，我就同我個寄宿家庭玩咗好多唔同嘅機動遊戲，大家都玩得好開心。我好感恩我寄宿家庭帶我嚟去睇 Texas Rodeo， 同埋同佢哋一齊去經歷啲咁開心嘅回憶。除咗玩之外， Rodeo 亦都有好多德州嘅美食，炸芝士蛋糕、炸 Oreo， 同埋好多嘅墨西哥嗰邊嘅美食。因為德州都有一個好大嘅墨西哥人口，咁我就食咗一啲墨西哥嘅 nachos 同埋一個鱷魚嘅漢堡包。除咗體驗得到德州獨有嘅美食文化，佢哋入邊亦都擺滿咗啲展覽，全部都係德州人常用嘅嘢。德州 Rodeo 嘅意義就係將呢個活動搞出全部啲錢去捐俾一啲學習機構。Rodeo 真正嘅精髓就係佢哋入邊嘅牛仔嘅活動。德州呢邊好多都係牧場嗰啲主人，咁佢哋喺牧場入邊有好多嗰啲技巧同埋文化，佢哋都會想保留翻。咁例如大家喺影片見到嘅 calf roping， 個牛仔需要追翻一個走失咗嘅小牛。除咗俾大人嘅活動之外，細路仔都有份參與㗎。咁大家而家睇到嘅項目就叫做 mutton busting， 係俾啲細路仔騎住啲綿羊，跟住睇下佢可以捉住幾耐。咁 Texas Rodeo 可以將德州嘅文化承傳落去。最刺激嘅項目就會係 bull riding， 咁個人就要騎喺個野牛度，騎足8秒唔好跌落嚟。呢個項目好刺激而且好危險㗎。除咗文化嘅活動之外，佢哋仲邀請埋一啲好出名嘅歌星。咁我寄宿家庭就帶我去睇 Post Malone 嘅演出，我好感謝佢哋為我付出咗咁多嘢。3月尾亦都係我寄宿家庭個女嘅生日派對，因為我寄宿家庭係西班牙裔，所以佢哋就有一個傳統叫做 Quinceañera。每當佢哋自己個女咧轉15歲嗰陣時，就會有一個好大嘅 party 去慶祝佢踏入成年嘅時候。從呢個經歷入邊，我體驗到其實做一個交流生係需要融入佢哋嘅寄宿家庭，亦都會見證到佢哋人生重要嘅時刻。4月嘅時候，復活節就到啦。咁美國呢邊呢啲人呢係會好重視復活節，因為好多美國人都係基督教，為咗慶祝，啲教堂會將嗰啲朱古力同埋糖擺喺啲小膠囊入邊，好似一個蛋形狀咁，之後散發俾啲細路仔去玩。除咗復活蛋之外，佢哋亦都會整一啲復活籃，咁入邊呢就一堆禮物去送俾自己啲仔女。呢個之前我以為復活節只不過係一個西方嘅一個假期，但係嚟咗之後，其實我覺得除咗放假之外，佢意義亦都好大，係俾我哋開心嘅一個機會。4月我亦都有同我啲朋友去一齊釣魚，咁我終於捉到人生第一條魚，咁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呢個經歷喺香港冇得試，喺上一次嚟釣魚亦都冇試過釣到。其餘啲日子就係照常返學，咁學校呢，老師係唔會教書嘅噃，咁我哋需要自己睇啦，跟住自己去做啲練習。初頭就唔習慣，覺得啲嘢有啲難，但係之後就發覺其實自己係做得到嘅。